对于说善显秘书的课程呢，我们应该是快要讲完了，就是今天我们稍微呃加油一下，那下一堂课呢，说不定就可以讲完善显秘书关于所破的部分。我们上完了就是善显秘书关于所破的内容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回到心类学，这样最后呢就是心王还有心所的部分呢解释完。那心王跟心所的部分呢没有剩的很多，所以等到我们讲完心类学心王跟心所的部分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述中医。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持续第三堂就是关于中医的课程呢，那大家就可以继续呢就是往下做学习。那我们上堂课呢是讲到106页的第一段结束，那今天呢就是从106页的第二段开始，就是若何故世论解我所云，自念云此是我所，未除我执境外，贪着于一切事。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所谓的我所呢，那为什么入中论的知识在解释我所的时候呢，那这个我所世论解的这个我所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那这个是从入中论根本中，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说，最初说我而知我，次言我所则说法，如水车转无自性，原生悲心我尽理。那就是在讲到说三种悲心的时候呢，那有讲述到说我和我所。那为什么呢？在这边解释我所的时候呢，是念此是我所，未除我执境外，贪着于一切事。所以这边的我所呢，是一开始讲到说最初说我而知我，然后呢次言我所则着法。那为什么月称菩萨呢，在造入中论的时候呢，他最主要的归敬的对象呢，是归敬大悲心的？那有两个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呢，就提到说，因为大乘的因呢，就是来自于大悲，大悲呢是能够承办大乘因的缘故呢，所以由此而礼敬大悲。那第二个呢，礼敬大悲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无论是声闻圣者或是缘觉圣者呢，他们最主要呢都是依佛而出生，就是依着佛陀的言教呢，透由佛陀言教修持呢而出生的。那佛呢又是而生的呢？那佛呢是从菩萨，就是菩萨修持菩提心而生。那菩提心呢又是因何而生呢？那菩提心又是从大悲而生的缘故。所以依着以上这两个理由呢，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先礼敬大悲。那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月称菩萨呢，一开始呢就是归敬三种悲心。那一开始归敬大悲心呢，那什么叫做大悲心呢？大悲心呢，就是因为呢不忍一切有情苦呢，不忍有情痛苦的这种心呢，称之为是大悲。那我们既然想要升起大悲心的话呢，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不忍有情的痛苦。那了解到说，一切有情的痛苦呢是如何产生的呢？那一切有情的痛苦是从何而生呢？一切有情的痛苦呢，就讲到说，最初呢就是因为有了我执的缘故，以此我执为根本，然后呢，因为有了这个我执，所以我们会造下种种的恶业。那也因为造下种种的恶业呢，所以会感受三种不同的痛苦，也就是会感受到苦苦、坏苦以及行苦。所以一开始呢，才讲到说，最初说我而知我，就是说一开始呢，因为我执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才会造下各式各样不同的业。然后次言我所呢，则着法。就讲到说呢，我们因为呢，就是我执的缘故呢，所以造下了种种的业，然后由此呢，不断的呢感受三种痛苦。那这边呢，就以譬喻说明到说呢，如水车转无自性。那我们知道说，以前呢，就是在那个井呢要弄水的时候呢，都会在井上面放一个轮轴。那个轮轴呢，就是透由轮轴，然后绑一根绳子呢，然后把那个提水的水桶呢放下去井里面提水，然后就是水车就是这样子，一直转来转去，它没有办法自主，就是别人怎么弄呢，然后这个绳子它就是怎么样的去转。所以如同呢，我们因为造下各式各样的业，因为有了这个无明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造下12种，就会因着12因缘的缘故呢，所以不断的呢在时间里面流转。所以
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不忍有情受苦。那你不忍有情受苦的话呢，你就要先了解到说，一切有情的苦呢是从何而来的，所以要先了解到说，苦是如何产生的。所以第一个偈颂呢，就讲说，最初说我而执我，一开始呢，就是因为有我的缘故，所以才产生了执着的这种我执。然后次言我所则着法，就是次言我所的我所呢，就是我们现在第106页第2段呢，这边讲说何故论是解我所的这个我所的意思，然后就讲说，因为有了我执，还有对于我所的这个执着呢，所以我们就像是水车一样呢，在六道里面呢，不断的轮转，如水车转无自性，就是我们自己呢无法自主。然后呢，因此呢，了解了一切有情的痛苦之后呢，缘生悲心我尽理，就是缘着众生呢。就是因为了解到有情是如是受苦的时候，透由此呢，了解到一切有情是因此而受苦，所以呢，对一切有情呢，升起不忍有情痛苦的这种悲心，所以呢，由此呢，我礼敬大悲。所以第一个偈颂呢，所讲述的呢，就是缘着有情的悲心，在3种悲心里面呢，讲的缘着有情的悲心。所以归敬的对象呢，虽然是悲心，虽然是大悲心，但是呢，在这个偈颂的内容里面呢，也讲到说，我们呢，就是要了解一切有情呢是如何受苦的，所以苦如何产生的次第呢，在这个偈颂里面呢，也同时有显示出来。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回就是课文，然后就讲到说呢，若尔何故释论解？那这边的释论呢，同样是月称菩萨呢他自己对于说入中论的知识。所以在入中论的知识呢，在解释我所的时候呢，讲到说是念云呢，此是我所。未除我执境外，单着于一切事。那此岂非说既着言等事为我所，即是我所执也？那这个时候呢，就提到说对于我所执的疑惑。那这个呢，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有解释的讲述到说，就是在讲述萨迦耶见的时候呢，有提到说萨迦耶见呢分为2种，一个呢是指我的萨迦耶见，一个呢是指我所的萨迦耶见。那指我的萨迦耶见呢，指使我的这个萨迦耶见呢，就是它的所缘呢是自相续的我。那指使我所的萨迦耶见呢，它的所缘呢就是我所。那我们在讲述到说呢，就是具生萨迦耶见呢，分为具生我执萨迦耶见，还有呢具生我所执萨迦耶见。这2者呢，就是除了宗喀巴大师之外呢，所有一切呢，就是藏传的祖师呢，也是如是的程序。那这些祖师在程序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所讲的，就是入中论呢开头的这个偈颂。一开始呢就说最初说我而执我，所以最初说我而执我呢，它所显示的呢，就是具生我执的萨迦耶见。那次言我所则着法，那次言我所这边呢显示的呢就是具生我所执的萨迦耶见。所以藏传的这些祖师呢讲出到说我2种萨迦耶见的时候呢，他们最主要的依据呢还是依照着就是印度的这些祖师呢所阐释的经论呢而为依据，表示说呢并不是说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大家先了解到呢，就是这边呢这一句话所讲述的呢是他宗呢对于智宗的一个辩论，他宗对于智宗的一个问难。那所以这个辩论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先提到说呢，这边呢就是指到说呢，就是我执萨迦耶见，还有我所执呢萨迦耶见。那我执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就是自相续的我。那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就是提到说它的所缘境呢，就是自相续的我所。那我们讲到说，无论是呢，就是我执萨迦耶见也好，或是我所执萨迦耶见也好呢，这2者呢都是属于补特伽罗我执。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说呢，既然我执还有我所执呢，2者呢都是补特伽罗我执的话呢，那这2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他这个时候最主要呢是提出这样子的问难，就讲到说呢，就是我执萨迦耶见呢，所缘呢是自相续的这个我。那当然呢，这个所别事呢就是我。那如果说讲到我所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说我所，那是不是在指使就是所谓的我的眼，然后呢我的鼻子这些呢，称之为是我所执的所执，然后指使它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就是属于补特伽罗的我执呢。那这个时候呢，会产生这样子的疑惑。那我们先来厘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说
卜特伽罗我执，萨迦耶见的话呢，是否一定要是卜特伽罗我执？就是以智中来看的话，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辩论呢？就像刚所讲述到的，就是凡是萨迦耶见呢，无论是我执萨迦耶见，或是我所执萨迦耶见呢，它一定是属于卜特伽罗我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中呢就升起了这样子的疑惑，升起了这样子的辩论。如果说呢，凡是我所执呢，凡是萨迦我所执萨迦耶见呢，它一定要是人我执的话，如果说是做这样的程序的话，那为什么呢？月神论师呢，在他的路中论的智释里面，在解释到次言我所则着法。那讲到说次言我所则着法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呢，次念缘此是我所未除我执境外呢，贪着于一切事。所以他就把讲到说所谓的这边我所呢，他所执持的这个境呢，是除了我执的境以外呢，贪着于一切事。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呢，除了自相续以外的我呢，那我所执呢，它的所缘是什么呢？就变成说原则加上是眼睛、鼻子等等呢，然后把它执着为是自性成立。那如果说你把眼睛还有鼻子等等呢，执着它是自性成立这一点呢，说是我所执的所缘的话呢，那它就变成了法无我，它就不会成为了人无我，因为呢，它的所缘呢，并非是卜特伽罗啊。所以呢，这边呢，他中的辩论呢，就是在讲述到说，哦，你如果说呢，只要是萨迦耶见的话呢，一定要是人我执的话呢，那你这样子讲呢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中论的智释里面呢，就是讲到说解释我所的时候呢，他会提到说，所谓的我所呢，它就是去除掉我执的境以外呢，去除掉我之后呢，然后像是执持呢，就是眼耳鼻，就是贪着于一切，就是除了我以外的一切呢，就是执持，就是我的眼、我的耳等等呢，然后执持呢，只是自性成立的这个呢，称之为是我所萨迦耶见。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就变成说萨迦耶见它不一定要是人我执啦，因为这个时候呢，在执持眼还有耳呢，我的眼、我的耳的这一种执着呢，它就变成了法我执，所以你不能去成立说只要是萨迦耶见呢，就一定会是人我执，因为呢，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是属于法我执，就产生了这样子的问难。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此起非说既说眼等视为我所，就讲到说呢，那我执持呢，我的眼还有我的鼻等等呢，就是执持这些呢为我所。那这个时候呢，执持这种的我所呢，就是所谓的我所执，也就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那就产生了就是他中呢就产生如是的疑惑。那接下来呢就是智中的解释，那智中呢就解释到说呢，彼论亦说于眼等见为我所，执我所为实有。非说眼等是我所知所向是，若不尔者，则萨迦耶见与法我执呢，应无差别。那这个时候呢，智中就回答到说呢，就是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我所的时候呢，是如何安立的呢？就讲到说，在安立我所的时候呢，你就说，那我所要放什么呢？我所要如何安立？我所要如何安立呢？就提到说是安立我的眼，还有我的耳等等呢，安立我的眼，还有我呢，把它安立为我所。虽然说安立我所呢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并不是把说支持我的眼睛呢是自性成立，还有支持我的耳朵呢是自性成立的，这个呢把它称之为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并不是这样去程序的。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程序的话呢，就变成说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和法我执呢两者呢它就应该会没有差别。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呢，那我们如何去区分所谓的我所呢？还有说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因为刚刚讲到说，我的眼睛还有我的耳朵呢，它是属于我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做区别？那就像人们就举例到说呢，他的左手呢，就比如说像是我所。那右手呢，就是以食指来说呢，就像是我的眼睛；那中指呢，就像是我的耳朵。所以呢，我在讲说我的眼睛还有我的耳朵呢，它是不是我所的时候呢，会回答到是。那这时候呢，就如何去区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还有我所呢？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在解释到的，就是这两者的差别，最主要呢就是在我们心显现的方式，还有呢这两者的能全身在诠释的时候呢，去入的方式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去区分出我所呢，还有我的眼，还有我的耳之间的差别。
我们就讲述到说呢，这两者的差别呢，最主要呢就是从能诠声呢，就是声诠释的方式不同的缘故呢，因为声音的所诠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心在显现的时候呢，显现的方式呢也会不同。那如何会不同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就讲述到说，我的眼还有我的耳呢，它是属于我所，但是呢，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讲到说它是我所的时候呢，我们会讲述到说，我的眼跟，比如说讲述到谁的眼睛，或者说谁的耳朵的时候，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谁的眼睛跟谁的耳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所别式呢是眼睛跟耳朵，就是先问到说谁的眼睛，所以这个时候先区分出来的呢是眼睛跟耳朵，所以眼睛跟耳朵呢就变成了所别式。然后说这个是谁的眼睛的时候呢，或者说这是谁的耳朵的时候呢，我们再回答会说是我的眼睛，或者说呢他的眼睛，所以我呢成为能别法。所以呢，眼耳变成了所别式，然后呢，我成为了能别法。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在桌上呢捡到一支笔，那捡到这支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哦，这支笔呢是谁的？那这支笔是谁的时候呢，在问这支笔是谁的时候呢，笔呢就变成了所别式。那谁的呢？这个谁呢，就是哪一个人呢？某某人就成了能别法。所以呢，我们先从就是声的诠释方面呢，就像刚所讲述的，我们在问说这是谁的笔的时候呢，这是谁的笔的时候，那笔呢就变成了所别式。那我们在直持谁的笔的时候呢，只是说哦这支笔是我的，或者说他的时候呢，那我或者是他呢就变成了能别法。所以从这边呢，那如同这个例子呢，就讲说，那我们在问说谁的眼睛、谁的耳朵的时候呢，这眼睛是谁的，耳朵是谁的眼睛的时候呢？这样问的时候呢，就变成说眼睛还有耳朵呢，它成了所别式。那这个补特伽罗呢，我的呢，就变成了能别法。所以这边呢，就是在声音诠释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就呈现出了呢，这个时候呢，我是能别法。那眼耳鼻等呢，它变成了所别式。但是呢，我光在讲我所的时候呢，我所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所别式呢是我之外呢，我并不是能别法。这个时候我在讲说我所就是我的时候，我的这两个字讲出来的时候呢，声音在去入的时候就变成说所别式除了我之外，它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能别法。所以呢，就是因为呢，声音在诠释的时候呢，在诠释到我所，还有呢，我的眼跟我的耳的时候呢，就要说，一个呢是把我当作所别式，一个呢是把我当作能别法。就是因为声音在诠释的时候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所以在我们内心里面显现的时候呢，自然也是两种不同的显现方式。那透由这样子声音不同，声音在诠释的时候呢，会有两种不同的诠释。那内心在显现我的眼跟我的，还有在显示我所的时候呢，会有两种不同显示方式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来回答他中的这个问难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好完全能够符合。就讲到说呢，没有错呢，你在讲述到说我们该如何去安利我所的时候呢，那我所能安利的呢，就是像我自心绪呢，就是像是我的眼、我的耳、我的手、我的脚等等呢，把它安利为我所。但是呢，我所执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是不是我的眼跟我的耳等呢？并不是，因为呢，它在去入的时候呢，声音去入的方式不同的缘故，所以呢，在内心所显现的相状呢，也是不同的缘故。所以虽然说如何安利我的眼，如何安利我所的时候呢，我会安利到说我的手脚眼耳等等，但是呢，我所执萨迦耶见，它的所缘呢，并不会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手、我的脚等，它的所缘呢，仅仅呢会是我所。所以呢，这讲到说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所缘境的时候呢，只会讲到说它只缘着我所，而不会去缘到我的手、我的脚等。所以呢，这个就是自中跟他中呢最大的争议点呢，就是在这里。那我们这边呢，就做一个就是总的一个收摄，就是这一段的内容呢，最主要就是说他中呢是如何的问难的呢？他中在问难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你提到说呢，就是我所执萨迦耶见呢是属于人我执呢，那这一点呢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说人我执的萨迦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并不是人我执呢？因为呢，它的所缘呢是我所，但是呢，我所呢，既然是我所的话呢，就表示呢，它的所缘境呢会变成就是
我的眼睛、我的耳朵等等。那既然它所缘的呢是我的眼睛跟我的耳朵，然后由此来支持它是自性成立的话呢，那照理说它就变成了法我执。所以呢，我所执萨迦耶见呢，它并非是补特伽罗我执。那这个呢，就是他中的一个问难。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呢，自宗呢跟他宗呢最大的差别呢，就是在讲述到说呢，那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的所缘呢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所缘呢，就是唯有我所，就是唯我所呢是它的所缘。虽然说呢，我们一般在讲述到说，我所是什么，你如何去安利我所的时候呢，我们会安利到说我的眼睛、我的耳朵等等，但是呢，就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还有说沿着我的眼睛、我的耳朵的这种我执呢，它在执持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它不一样的方式在哪里呢？就像刚所讲述到的，就是因为声音在去入我所还有我的眼的时候呢，它去入的方式不同。一个呢是把我当作所别事，就是呢，一个是把我的眼睛还有我的耳朵的这个声音呢，它在去入我的眼跟我的耳的时候呢，它是把我呢当作能别法，然后眼耳呢作为所别事。但是呢，我所的这个声音呢，它在诠释我的时候呢，是只有把我当作所别事之外呢，并不是把我当作能别法。所以在声音去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是把我当作所别事，一个是把我当作能别法的不同。那因为声音去入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内心在显现的时候呢，显现的方式自然不同。所以在安利呢，我所执的萨迦耶见的时候呢，它的所执呢就会为我所，就是上面路中跟善显密书上面所讲说，它的所缘呢就是为我所，就是只是我所而已。所以呢，这一段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自宗呢跟他宗之间的一个辩论。那他宗呢，最主要就是透由问难呢，就讲到说，只要是萨迦耶见的话呢，就是要是补特伽罗我执。但是呢，你又承许有就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那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不应该会是人我执，它应该呢要是法我执。这个是他宗呢对于自宗的问难。那就是透由这个问难呢，然后自宗再来解释的时候呢，就能够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到呢，就是人我执萨迦耶见呢，以及支持我的萨迦耶见呢，以及支持我所的萨迦耶见呢，还有说法我之间的差别呢，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了知。所以是这一段呢，就是为什么安利这个辩论的目的。那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看到106页的倒数第二段。那讲到说呢，具生法我执之所缘呢，为自他相续所设之色蕴等言而等。那就讲到说呢，那这个时候就讲到说，那具生的法我执的所缘到底是什么呢？那法我执的所缘呢，就讲到说，就是无论是自己或是他人相续里面呢，就像是他的色蕴，或者说呢，刚所讲到的我的眼睛、我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耳朵等，就是由自相续所摄的一切法，以及呢非相续所摄的器世间，还有呢不是属于收摄于自相续的，就是外在的这些器世间呢，那这些呢就是属于具生法我执呢的所缘。后一句呢，就讲到说呢，形象如前说。那如前呢是如哪里呢？就是如上面呢在讲述到说，就是补特伽罗我执的时候，还有在讲述到说萨迦耶见的时候呢，就讲说到它的形象呢，就是直持呢彼等是自相成立的，直持彼等是自相有的呢，这个呢是属于它的形象。形象如前说呢，就是我们看到第106页第一段的最后面呢，就讲到说第一段的倒数第4行，讲到说指我还有我所形象而转者呢，就讲到说非显我所执形象之境，并不是讲到说所缘的这个形象，就是并不是讲到说这个萨迦耶见他的所执，他的所缘境，并不是说只是我还有我所这个，而是说呢，对于说彼二对于我还有我所呢，支持它为自相有的这种执着，就是与彼二自相有起之，就是支持这二者呢是有自相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补特伽罗我执的这个形象，也就是讲到说具生萨迦耶见的这个形象。那具生接下来呢，同样的也是讲到说，那具生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所缘呢，它的所缘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我所法。那同样呢，它并不是以呢
我的眼睛等呢作为所缘，那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圆着笔，圆笔所缘，就它的所缘呢就是圆着我所，圆着我所呢，其实我所是自相成立有的，这个呢是属于它的形象，那就如同上面所讲的一样，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说，具生法我执的形象呢，也是如同上面一样，就是执持呢这边所讲述到的，它的所缘呢是自他相续的色蕴等，还有眼耳等，然后还有呢非自相续的这些外在的这些气世间呢，那执持这些呢，它是自相成立的这一点呢，就是具生法我执的形象。就是我们这边呢一直在讲述到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所缘还有形象。那所缘和形象呢，就是到底如何去做区分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了知呢，它的所缘跟形象呢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呢，显现事物的这个了知，显现事物的这个了知呢，它的所缘呢是事物，同样呢，它所现起的形象呢也是事物，所以呢，显现事物的这个了知呢，它的所缘还有形象呢是一样的，都是事物。那当然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了知呢，对于说它的所缘还有形象呢，都是一样的。就讲说，我们讲到说，执持呢，事物是无常的这个了知。那执持事物是无常的这个了知呢，那它的所别事呢是什么？它的所别事呢是事物，它的所别事是事物，所以呢，它的所缘呢就是事物。那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它的形象呢是把这个事物显现为无常，所以它的形象是事物无常这一点。所以所缘是事物，形象呢是事物无常。那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比如说呢，就是我要去看我的亲戚，那别人会问说，你要去看谁？那我这样会说我去看我的亲戚。那你为什么去看我的亲戚呢？那我会回答说我去看他健不健康，因为他前几天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要去看他健不健康。所以呢，我要去看的是谁？看的是我的亲戚。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目的是去看他到底健不健康。所以呢，如同于此呢，就像是说，执持事物的这个了知呢，虽然呢它的所缘呢是事物，但是它所真正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什么？它是要了解到说事物是无常的这一点。所以事物是无常，这个呢是显现事物无常的这个了知的形象，那所缘呢是事物，所以这两点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就是对于某一些了知呢，或是对于某一些心事来说的话呢，它的所缘和形象呢是一样的。那有一些呢，它的所缘呢和形象呢是不一样，就是它圆了它的所缘之后呢，那它最主要是了解到说呢，它所缘的这个境呢，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是有的还是没有的？那这个境呢，到底是常呢还是无常？所以呢，执持它是常，或者说执持它是无常呢，那这个呢还是它的形象，这个了知的形象。所以如同于此呢，我们在讲到说不特伽罗我执的时候呢，不特伽罗我执的所缘呢，虽然是不特伽罗，但是它的形象呢，就是他所执持的这个境是什么？他所执持这个不特伽罗呢是自相成立的，所以他的形象呢就是不特伽罗自相成立，这一点呢是不特伽罗我执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判断呢一个了知呢它是否是颠倒境的时候呢，并不是从这个了知的所缘境来做判断，而是呢从这个了知的形象呢来判断它是否是颠倒，它是否是颠倒式。请问仁波切，就是那个我所执的萨迦耶见的势力是什么？它的所破是什么？就是说呢，这个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的势力要放什么呢？那这边就如同我们前所讲述到的，就是小明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小华我所执的萨迦耶见，或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就是你只能放这些，你没有办法去安利呢，就是我支持我眼睛的这一种志向成立，或者说支持我的耳朵志向成立这些呢，你是没有办法放为就是我所执的萨迦耶见的势力的。这边呢就讲述到，我们就回答到说呢，那其实呢，您的问题呢，就是您的怀疑到底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如何去安利我所执、我所的时候呢，如何安利我所执，会讲到说安利我的眼、我的耳等等，所以呢，就会产生一个
会产生一个疑惑说，既然安立我所的时候呢，是安立我的眼跟我的耳，那在安立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时候呢，那是不是也去安立说，就是我的眼呢志向成立，以及我的耳呢志向成立，这个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疑惑。那你这个疑惑呢，其实跟这边他中所起的疑惑呢，其实是蛮相似的。您是问说就是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所破吗？是的。那这边想要说呢，就是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所破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在用所破这个字的时候呢，并不会在就是烦恼品上面呢来做这样子的安立，因为所谓的讲述到的所破呢，就是能够遮止的，所以一般呢会讲到说证得空性智慧的所破，这个时候才会用到所破。那这个时候呢会讲到说，那我所执的萨迦耶见呢，它的相违品是什么？这时候呢，我们会用相违品来代替所破这个词，就是说呢，和它正相违的，乃至于我们会说呢，就是我所执萨迦耶见呢，它的对峙呢，它的正对峙到底是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呢来询问，并不会说我所执萨迦耶见的所破是什么，而在问呢。正确的问法呢，就是在佛法里面正确的问法会问到说，我所执萨迦耶见的相违品是什么，或者说我所执萨迦耶见的对峙呢是什么，会这样子呢来做一个问题的发问，并不会说它的所破呢是什么。那人切呢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无论是我执萨迦耶见也好，或是我所执萨迦耶见也好呢，那它都是属于所破，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所破。那我们讲说它如果是所破的话呢，它是什么的所破？那我们会讲到说呢，就是证得空性智慧的所破。那所以我们在讲说证得空性智慧的所破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所破。这两个所破是什么呢？一个呢是属于境上的所破，境上的所破呢就是指像是补特伽罗，就是补特伽罗自性成立这一点呢是境上的所破。那在有境上的所破是什么呢？有境上的所破呢，就是执持补特伽罗自相成立的这个执着呢，是它有境之上的所破。所以我们在讲述到空性的所破呢，会讲到说境和有境两者上面的所破，所以这个都是属于空性的所破。那至于说，就是我所执萨迦耶见呢，它本身是所破的缘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所破的缘故，所以我们并不会问到说，那它的所破或者说它的所断呢，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所破，它本身也是一个所断。那就像是说呢，为什么说会讲到说它没有一个所破呢？因为你如果要有所破的话呢，你本身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了知，一个正确的了知呢，它才会有它所要破除的。你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了知的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去断除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会讲说，在名言上会安立说，我执萨迦耶见的相违品，或者说呢，我所执萨迦耶见的相违品，你并不会去问说它的所破呢，或是所断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没有办法去有所谓的所破或是所断呢？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正确的了知，就像是说我没有办法说呢，蓝色的雪山呢能够遮止白色雪山一样，因为蓝色雪山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宗喀巴大师呢，无论是在广论呢，或者说关于空性的这些论述里面呢，都会讲到说呢，空性的所破呢是有两种。那第一种呢，就属于境上的所破；那第二个呢，是属于有境的所破。那境上的所破呢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有境的所破呢，它是一定是存在的。那境上的所破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像是补特伽罗自性成立呢，这个是境上的所破。那有境的所破呢，就是执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是属于有境的所破。所以在安立所破的时候呢，在安立证得空性智慧的所破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安立境和有境两种不同的所破。那其实呢，从宗喀巴大师所讲述的这个理路呢，我们可以推到其他的这种新的法类呢，都是一样。像说我们说证得生死无常的这个了知呢，那同样证得生死无常的这个了知呢，你也可以把它的所破呢分为两个，就是境上的所破呢，以及有境的所破。那境的所破呢，就是生死常呢是境上的所破。
那有尽的所迫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常执，就是执持呢身是常的这种执着呢，就是有尽上的所迫。所以同样的理路呢，我们可以用在一切的这个心法之上。因为呢，正的身是无常的这个了知，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正确的心事的缘故，它并非颠倒之，所以它可以破除呢它的所迫。那如果说给你看到广论里面讲到说呢，所迫呢是存在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这边所讲述到所迫呢是属于有尽上的所迫。执我所的萨迦耶见，它的去路径是什么？它的去路径呢，就是我所自性成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呢往下做解释。那从上一堂课呢，还有今天这一堂课就前半段的内容呢，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说两种我执。那讲到说两种我执呢，就是分为人我执以及法我执。那主要是讲述到说两种我执呢，它的所缘以及它的形象还有体性。那我们之前呢都是在讲述就是两种我执的所缘、形象以及体性之后呢，那接下来内容呢就开始讲到说，那知道了两种我执的所缘、形象以及体性之后，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两种我执呢，它具备怎样的过失？那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就是比如说呢，我说我在观修空性，那人家就问说，那你在观修空性的话呢，你为什么要观修空性？你观修空性的目的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观修空性呢？那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我要先了解到说呢，空性的这个相违品呢，它的我执、它的所缘为何、它的形象为何、它的体性为何？在了解这些之后呢，那我就要了解到说，那我升起了我执呢，会有怎么样的过失？它的果呢，会有怎样的果？就是因为我执缘故会产生哪一些果报，哪一些不好的果报？在了解这些之后呢，我才会更坚定了我想要修习空性的心。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106页的最后一段，就是此二种我执及系服生死之无明。那就想要说呢，两种我执，也就是人我执以及法我执呢，它是系服生死的无明。那为什么讲到说它是系服生死呢？讲到系服生死呢，就是因为被这个两种我执呢所束缚、所系服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无法从生死之中呢解脱出来，所以称之为叫做系服生死的无明。那这边呢就引到七十空性论语呢，就是因缘所生法分别为真实，佛说是无明，彼生12支。那想要说因缘所生法呢，就讲到说透由因还有缘所生的诸法。这边呢，第一句话呢，讲到说因缘所生法，就是透由因还有缘呢所生的这些诸法呢，那分别为真实，分别为真实的分别呢，其实就是执持的意思。那真实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这边所指的真实呢，就提到说它是真实成立、谛实成立、生意成立，或者是志向成立。志向成立、志方成立等等呢，这边就是指为是真实，所以就要不要说透由因和缘所生的诸法呢？你把它执持，分别只是执持的意思，执持为是自性成立等呢，那这个呢，世尊就说这个叫做无明。那接下来呢，彼生12支，就讲到说，因为呢有无明的缘故呢，所以会产生12缘起。那也因为12缘起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停的呢在轮回里面流转。这边呢就想要说，此说缘诸法执为真实。那这边呢，此说缘诸法执为真实呢，最主要呢就想要说是法我执的部分，就是要说缘着呢，就是普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呢，将它执为是真实成立的这个呢，那这个就是生死根本的无明。那这个就是法我执，就是生死根本的无明呢是法我执。那从法我执呢，因为有法我执的缘故呢，它会引申了普特伽罗我执的无明，但透有法我执引申普特伽罗我执。那因为产生了普特伽罗我执的这个无明呢，然后因此呢，再开始有了12因缘。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一段呢讲到说两种我执呢，它的过失以及它的果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了两种我执的缘故呢，所以才会因为
由此而产生十二缘起。那因为十二缘起的缘故呢，我们才会在轮回里面流转。那从下一段开始呢，就是讲到说，那我们了解了就是两种我执它的过失、它的果报之后呢，那我们该如何呢去去除这个所谓生死无明的根本？我们该如何的去断除呢？所以讲到说破此无明。所以这边呢106页的最后一行呢，就讲到说破此无明呢，必须见彼所执为空，即无彼所执之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在了解了就是两种我执呢，了解这两种我执之后，那要如何破除这两种我执的无明呢？那我们就是要先了解到呢，和它同一个所缘，这是所缘呢是同一个所缘，但是呢它所现的形象呢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形象呢，来作为它呢所执持的这个境。月称不善呢，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他有解释到说，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因为害怕呢，就是有蛇，就是因为呢以前这边有蛇的缘故呢，那这个人他很害怕蛇，所以他来这边呢，他就是对此处有蛇呢，他会升起一种恐惧的感觉。那你要去除这个人呢，就是害怕他对蛇的这种害怕的时候呢，然后你跑来跟他说，哦，这个地方是没有大象的话呢，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你跟他说没有大象的时候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除他内心呢，就是对于蛇的这种恐怖。那你如何去除他内心对于蛇的这种恐怖呢？就是你要去除呢，就是跟他很明确跟他说呢，这里呢蛇是不存在的方式呢，你才有办法去除到心中呢对于蛇的这种恐惧，你才有办法去除。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破此无明呢，必须见彼所执为空，就是你想要破除呢，就像是普特伽罗我执呢，他的执着的时候呢，那你要先了解到呢，他所执持的呢，普特伽罗自性成立这一点呢是不存在的。你要先跟他说，他所要破除的呢是普特伽罗自性不成立这个，而不是呢你想要破除呢普特伽罗我执呢，但是你一直在跟他讲述到说呢，普特伽罗呢是常法，那跟他讲这个是对他去除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呢，这个执着是完全没有帮助的。所以第一个呢，必须见彼所执为空。你要先了解到呢，就是普特伽罗自性成立这一点呢是不存在的，而不是去跟他讲说，哦，普特伽罗是常法，这一点是不存在的，这样去跟他讲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呢，第一个呢，想要破除无明呢，你就要先了解到呢，无明呢，就是说我执呢，它所执持的境呢是空的，然后呢，而且呢，无彼所执之我，就是同样呢，它所执持的这个我呢是不成立的。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先要了知的，就如同在七十空性论里面呢讲到说呢，见真之法空，无明则不生，此即无明灭，故十恶之灭。就要说见真之法空，这边见的这个真呢，真实指的是这边的真实呢，又是指说是真实性，也就是空性。就是见到的空性是什么呢？就是诸法呢是自相不成立的。见真呢，然后见到呢空性，真呢指的真实，这边指的是真实性、真实义，那指的是呢空性。见到空性呢，所以见到空性，我们就要了知到如何见到空性呢？就是善巧的了知呢，诸法呢都是空的，诸法呢都是自性不成立的。那能够了知到诸法都是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无明呢就不会因此而生起。当我们了解到说呢，就是了解到诸法呢，它都是自性不成立，它都是谛实不成立的时候呢，那无明呢就不会因此而生。那无明不生的时候呢，就表示去除了无明。那去除了无明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呢，十二缘起呢，故十恶之灭。十二缘起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去除，因为我们知道说，十二缘起呢就是前是后的因。当你前呢能够断除的时候呢，后自然不生。那同样呢，宗喀巴大师呢又引法界赞呢，又引法界赞说呢，若执我所，即忘记外法；若见恶无我，三有种当灭。就提到说呢，我执呢，还有我所执呢，他所执持的呢，就是执持呢外界的这些诸法呢，就是即忘记外法。那这个忘记外法呢，就是说执持呢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这一点，就是他因为
妄执呢，就是去错误的执行呢，诸法都是自性成立的。那若见二无我，如果呢我们能够了解两种无我呢，它的所执呢，就是诸法呢都是谛实不成立、自性不成立的时候呢，那三有种当灭，就是轮回生死的这个种子呢，它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断除。那接下来呢，就是法界站呢又提到说呢，最上净心法是为无自性，就提到呢最殊胜呢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变得清净的方法呢，就是去观修空性。所以讲到说呢，最上净心法是为无自性，就是去观修空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唯有观修空性呢，它呢才能够正对治这些烦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同样的所缘，不过呢，在执持上面呢是完全正相违的执持方式，所以有这种方式呢，才能够正对治烦恼。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加上说，今天呢是母亲节，就请大家好好的放假，不要耽误大家放假的时间。